學阿嬌話齋，個個都拍拖，唔通個個都想拍拖咩？唔通個個又都想結婚嘅咩？但係如果嫁個有錢人嘅話，我諗問10個人有8個都唔反對嘅。既然8個都唔反對啦，我哋就今日睇下嫁個有錢人嘅面相係點嘅。正所謂一人有一個夢想，紫霞仙子嘅夢想呢，一定係咁啦。佢嘅意中人係一個蓋世英雄，有一日呢就會穿上金甲聖衣，腳踏住7色彩雲嚟娶佢喎。唔知各位女聽眾，呢個係咪你嘅夢想呢？我哋大家試想像下，如果你係處身喺一個歐洲小鎮上面，依家有一個又高大又靚仔、後生又有型又有錢嘅男人，坐住架法拉利喺街邊風馳電掣，突然間停車，打開車門，行出嚟，左手執住999朵玫瑰花，右手伸出一隻龍眼咁大粒嘅鑽石戒指送俾你。哇！仲要突然間有樂隊出嚟奏出柔和嘅樂章，喺呢個浪漫嘅氣氛底下向你求婚喎。你估你會唔會有以下嘅表情呢？對於大多數嘅女士嚟講呢，嫁個有錢人應該同參選港姐而又攞到冠軍一樣咁 happy 噶啦。我諗大家都想睇下自己或者身邊嘅朋友有冇呢個冠軍相噶，不如就由港姐冠軍嘅面相開始講起啊。呢位係朱玲玲小姐，我諗我都唔使多介紹啦，號稱最美麗嘅香港小姐冠軍。大部分報紙雜誌上見到嘅豪門太太個面相呢都同佢差唔多噶喎，唔信啊？我哋睇下千億新抱個樣。個面型同輪廓係咪好似呢？以下我會介紹部分嘅特徵，種得越多嘅，嫁俾有錢人嘅機會呢就越高。由於有啲內容涉及面相班嘅課程，我會喺下面呢再出一個簡單嘅介紹。想知道詳情嘅朋友，歡迎報名參加我哋嘅面相班喎。事不宜遲啦，我哋講講呢，究竟嫁俾有錢人嘅面相係點嘅？我哋呢先睇個面型，要有鵝蛋咁嘅面型啦，額要夠圓，眉呢要魚彎月，好似柳葉眉或者新月眉咁樣。眼睛要黑白分明，夫妻宮要有肉，鼻要夠直，仲要唇紅齒白，成張地角都要有肉喎，咁先算呢嫁俾有錢人嘅面相。我哋分析下千億新抱嘅面相啦。佢塊面呢係典型嘅鵝蛋面，仲要呢面呢冇一啲地方嘅凹陷嘅，五岳朝天，一個非常之靚嘅鵝蛋面。額頭夠圓，有貴人提攜。眼眉呢係一個柳葉眉，係代表溫柔善良咁解。眼睛黑白分明，鼻夠直，夠晒黃膚。唇紅齒白，我哋之前講過啦，口為出納官，主衣食福祿，咁生得靚自然衣食福祿足啦。成張地角有肉，福祿呢夠厚，正所謂下巴兜兜，老來無憂。呢個呢係典型嘅少奶奶樣嚟嘅，唔一定呢係香港小姐冠軍或者大富人家先有機會嫁個有錢人嘅喎。先前講嘅機會條件越多，中得越多，機會就越大。佢都有機會㗎。我哋睇下下面一個例子啊。呢位呢係黎瑞恩。根據維基百科呢，佢以前係住喺屯門大興村嘅。喺1993年，憑住一首《一人有一個夢想》入選10大勁歌金曲之一，同當年嘅劉小慧、湯寶如合稱寶麗金三小花。咁呢三小花之中，點解佢可以嫁到有錢人呢？嗱，我哋要睇下呢幅圖啦。寶麗金三小花左起湯寶如，中間劉小慧，右邊黎瑞恩。用翻剛才講嘅特徵，睇下打幾多分俾佢哋。鵝蛋面，黎瑞恩有，劉小慧有。湯寶如都有。額頭夠圓，黎瑞恩有，劉小慧呢要睇多幅圖，好似就方啲啦。湯寶如有。眉魚彎月，眼要黑白分明，黎瑞恩有，劉小慧呢睇多幅圖，條眉爭啲，湯寶如有。鼻要夠直，黎瑞恩有，劉小慧有，湯寶如呢就爭啲啦。夫妻宮要有肉，黎瑞恩就爭啲，劉小慧有，湯寶如都爭啲。唇紅齒白呢，黎瑞恩有，劉小慧有，湯寶如都有。下巴有冇肉啊？黎瑞恩有，劉小慧有，湯寶如就俾佢兩個遜色咗啲啦。好啦，黎瑞恩有6分，劉小慧有5分，湯寶如有4分，所以呢，今次嘅冠軍呢就黎瑞恩。攞到6分嘅黎瑞恩，係咪比劉小慧嘅面相更加接近千億新抱嘅樣呢？我哋不妨攞翻千億新抱張相出嚟睇下，係咪面型輪廓都比較似呢？嫁個有錢人之後，係咪代表一定好 happy？ 係咪保證所有嘢都無憂呢？呢個你要問下當事人至知啦。好啦，今集嘅節目內容去到咁多，歡迎大家 like、share 同埋鐘仔。有新嘅影片我哋會通知大家，歡迎大家喺下面留言。